拢闽南一带来的。哦。妈祖保护妈祖。电线工出来的。是这个年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历史来讲，要从安平开始。有，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谢教授指导，他们讲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这本细本的哈，还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护照。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皇家国60家去，太岁，过平安桥，这个。家福赛新年，什么礼仪怎么拜，怎么挂杯，拢在这里。这是宝藏呢。这较方便。这些礼仪就重要。现在传承。有年轻来唔知安那拜。安那嘿。边还有著名公孙书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那拜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是头前去。迄阵呢，安尼咱有看过啊。安尼有拜过啊。来面是。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尊，来讨2尊去。过来讨2尊。讨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保，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手路都无相像。就是安尼吼。两新的妈祖是第一尊。拢3尊都2尊。两新妈祖。去要请去迄阵，迄2尊啦。到现在唔知去做，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做嘢。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用迄尊啦。唯一的本尊就是离西南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嚟看。到处各县市总有佛山妈祖，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看别位无相像，你可以甲瞧看。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啦，这个啦，是啊。拢。这大马有这文的呢，三马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林木良。妈祖是一尊。迄。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3马，即摆变大马来。安尼中迄2尊请去。所以离台湾人国中拢讲3马。老台湾是3马哈，中迄种3马哈。3马要讲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良。讲林木良。嘛是林木良的。无再讲话，乌面3马。乌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是啊。因为神明装起来，原底是拢水红色。是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天烟熏的啦。熏了乌的。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唔得前年前2、3、4年，未收马要来，有来遮讲。有来着哦。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那什么也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也显出来，做者3马，较乌面妈祖就是这些嘛。是啊，妈祖里边。这里较久嘛。是，较久。乌面妈祖啦哈。3马。3马哈。无太讲有名，无共款。拢嘛是讲林木良。林木良，对啦。不是3尊，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像妈祖。像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嘛。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3马，太名太无共人。无共迄个名嘛。共迄个名。讲过也分文咧舞的。鲁心呢？
服务生咧讲或者是乌面衫嘛，啊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保护郑成功咧，请三尊来，请三尊来的啦。三尊，啊因过来讨2尊证。哦，啊，迄是去坐梅州遐请的。请梅州妈祖庙啊。嘿，梅州的定点嘛。哦，定点嘛吼。哦，请三尊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啊，要甲请因唔敢撇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伊郑成功过身去，迄边的人知影，就要来讨回来。啊，这有一个典故啦，啊，要讨的时阵，咱内地就家人讲无，啊，叫找着，较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一典故。讲盘100杯，用盘来拨，较要请上。啊，头一盘100杯去，这边佫反晓讲，咱嘛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佫拨。啊，2嘛大100杯，伊拢请落去。啊，剩3嘛，拨到99杯，第100杯去调伫中心园啊。天迄宾馆哦。我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迄个中心。较。因遐看讲啊，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啊，转老三嘛就是啊。哦，是啊。啊，因甲佫加佫装2尊啦。是。变是3尊妈祖。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起来。对。是啊，装来补啦。啊，这个变用迄尊3嘛。先见做大嘛，是啊，加2尊嘛3嘛。就是安尼啦，哟感谢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啊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所以300几年前，啊妈祖遮是有根据是郑成功请来，但其他遮请来讲叫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啊其他遐阮的先祖请来是地尊或者准阿嬷，啊才分布到各地方。有大哥，这发展到对大家去。啊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多数祖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都惊，有关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仓促啦，我就多聊一下。谢教授啦，感谢啦哈。啊，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这赵将军，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拢称呼赵将军。称呼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啦吼？典故。感谢。这个讲了人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在台湾。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是拢派只有一个什么营吼，拢派来遮，咧住啊治安嘛，你当讲收的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啊，所以伊来的时阵，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我们没有女人来。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也未肯定的资料啦。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是男人嘛。是啊。啊，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是啊。所以你甲看这2尊啊。2尊。迄边拢是看土著较相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是，兵马俑差不多，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2尊是在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守护神啦，安平的守护神啦，可能也有这个用意，这个
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给他们。哦，感谢。啊，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天妃宫。天妃宫是第二妃啊。天妃的妃嘛，天后天妃。哦，对，本来妈祖叫天妃嘛。后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他个尊称为天后。哦，对了，帮忙修台湾啊。这就比较，今嘛讲了讲这个庙的。好，感谢主笔啊！感谢主笔，谢谢哦哈，好，谢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发财啦哈。好，感谢。好。我有炸账，炸那个这杨玲的，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搁去顺一抓嘞。对，还去海参馆，还去延平街。海参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嘞。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兵营。啊5个呢，5个馆呢。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啊，剩几个馆？嘛是。个5个馆。啊，拢伫啊。哦，海参馆上出名。一间。是。兵营就对啦。是啊，海参馆上出名呢。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参馆。海参馆就过去啊。海单镇。天兵派来拢住伫遐。好兵营。好。好，感谢啊，谢谢教授，好，谢谢。感谢主席，好，感谢。OK， 那我们这里是英文课嘛，哈，那英文课就我们会写了。OK，so this class students for this class right? Yeah, 虽然有些是空档的。OK，so good afternoon. How are you today? 好像是怎么样？虽然口中说的是 fine， 可是好像是假装的很勉强那种感觉。OK， how are you today? Fine, thank you. And you? OK， 你是 fine 就是满三级的 fine。如果你觉得很不怎么样，那怎么讲？只要大家都过得去吧。那如果说我今天非常不好 ，Oh, today is not my day. You are great. Okay, you can get again. You can get again, okay? A long sentence. Okay, so one more time. How are you today? Okay,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 you. Okay, can you count? 1, 2, 3, 4, 5, 6, 7. Can you count? One? Oh, okay, great. So let's count. Can you count 1 to 100? Can you count 1 to 100? Yes or no? 达乐沟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Okay, so